你看啦，媒体拢安尼啦，看到乌影就开枪，凹厝骹欠厝税，无爱拿租金，搁规工啉烧酒咧掠代志。可怜的哦，是才会厝主甲厝边啊，用这个土厝嘛是正常，咱也无违法，对无？谁知影伊伫遐假婚道，这嘛要怪咱成和。武甲吼，袂输咱豺狼放火。用这土厝是厝主的权益，咱该同爱做。贵住户的租金已经超过纳钱的期限啊，请赶紧纳。哦，若是我收到这吼，是绝对无咧惊的。这是啥？你是来创啥啦？无代无志咧调这啦。无人咧偷厝做的啦。